对不起嘛。对不起。我知道是我错了。你居然会道歉？我以往不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刁蛮任性，恣意妄为。你既然无视我们的婚约，强抢玄虎少君入府，就应该好好待他。没想到你冥顽不灵，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。不是的，韩少君入赘花园城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没有亲人朋友，父母又不在身边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可谓如履薄冰，步步危机。你太过骄纵。明日我会禀明城主，正式取消你我二人婚约。你与韩少君，你哭什么？我也是一个人孤苦伶仃，身边没有朋友亲人，父母也不在身边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也是步步危机，如履薄冰。我真的只是太想回家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为何你别骂我了？我挺喜欢你的。我是说，我今天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欺辱韩硕的。将他与教坊司越人做比较，还不算欺辱吗？对不起嘛。对不起。我知道是我错了。你居然会道歉？韩硕的感受我明白。睡了一觉起来，发现一切都变了。茫然四顾，周围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每天疲于奔命的跟周围的人打交道，一顿饭也吃不好，提心吊胆的，还怕别人害我，还怕一个不小心搞砸了，别说回家了，搞不好还会身首异处，万箭穿心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给韩硕道歉。裴恒，我知道你以前讨厌我，但是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别对我失望好吗？好。公子，你一说退婚，三公主就这么紧张难过，也是新鲜。这么多年，有谁见过三公主服过软啊？她居然为了您，愿意向韩少君赔礼道歉。看来她还是把您放心上的，您就别奏进城主取消婚约了。